台乡亲啊，尾仔嘛开始要变天咯。二时各地高温25度以上，温暖舒适。尾仔嘛有一道锋面接近，落雨的几率提悬。中部以北阁会出现雷雨。明仔载北部的低温会降到12度。今仔日开始一直到这礼拜日3月初10，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阁有可能会落雪。出日头这份好天。 春天好亲像来啊，但是若是想要收这冬天的衫咧，搁再等一下。拜二下晡方面报道，虽然还阁有冷气团，低温会到12度。而且今天傍晚到明天开始下雨以后，预估一直到星期天这段时间，不论是今天、明天的封面，星期四、星期五的华南雨区，甚至周末还有另一道封面，都会让各地有下雨的机会。有时候雨势会比较大，尤其中部以北、东北部地区下雨的时间是比较长。 今年寒天无啥冷，对去年的12月到今年2月无寒流。13个平地测站平均的温度是20度半，是台湾72冬来上温暖的冬天。若是春天的雨量咧，恐惊大家的水也是爱星星爱用。持续冬季偏暖的情形的机会比较高。那在雨量部分呢，3到4月的春雨呢，属于正常到偏少的情形，机会比较高。到了5月呢，进入梅雨季，那预测雨量会慢慢变为正常。 3月、4月春雨正常偏少，5月降雨量接近正常，但是春天的系统变化较紧，预报不确定性悬，大家也是爱节约用水。